我哋108公里，甚至我哋而家最新估算係我哋118公里。我哋冇理由，如果我聽日放棄，就等於我哋放棄咗100公里嘅努力。所以我哋所有人都唔能夠放棄，因為我哋放棄就放棄咗100公里，唔係放棄18公里。所有人，我哋作為中國人、香港人，我哋中國香港人，我哋都要記住，終點係等緊我哋，終點唔會因為我哋殘疾搬遠咗。終點唔會因為我哋殘疾而搬近咗嘅，所以我哋所謂今次我哋嘅信念就一句說話嘅啫，就係看不見、聽不到，猛龍戈壁108一定做得到。呢個團隊咧總共183人，咁樣咧就嚟自當然有12個咧就係聽障嘅，有8個就視障嘅，有2個就有自閉症嘅診斷嘅人。自閉症嘅人，咁樣咧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、互相包容。人跟人很簡單，你不行，我幫你一下；他不行，他幫一下；我不行，你幫我一下，就是那麼簡單。就在戈壁的路上，跌跌碰碰、扣扣撞撞，很多很多，有別人幫我，也有我幫別人，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放棄對方。有一個環節，就是要求每一隊都要嘗嘗盲人的感覺是怎麼樣的，他們是怎麼走路的。這個讓我們有視力比較正常的朋友來說，是一個很困難的經驗，因為很緊張、很害怕，什麼都看不見。但是我們只是體驗一下幾分鐘而已。他說這一次的徒步他很開心，第一次他來苦練的，他自己的苦練，然後他想跟着小強一起鍛鍊，他不怕辛苦，他只想跟着小強然後進步跑步。我能夠成功做完這件事情的話，我會覺得自己很棒。他說昨天要跑20多公里，今天要跑30多公里，所以他覺得這個活動這個賽程也比較長，他覺得大概全部一起跑可以共融，可以一起衝過終點，他覺得很高興。